时间开始，选手一组一组跳入游泳池，要先完成200公尺游泳项目。接续落来是骑自行车，以及长跑项目。这是咱市开为多年，重新开办的市长杯小铁人3项锦标赛，在体育总会甲铁人3项委员会用心筹备下，总共吸引400多位各种小选手报名参加，希望会当为国家培养优秀选手。睽违了数十年，我们第一次举办的一个市长杯。好，那过程呢非常的艰辛。那我们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培育更多的选手，因为目前呢选手出现了断层。我们最年轻的选手已经至少高中了，那国中、国小呢，我们想要落实说3级的铁人教育，所以呢，我们趁着这个小铁人比赛呢，能够呢发掘出更有效率、更有潜力的选手。那所以呢，也在这个比赛当中呢，我也希望说，未来呢，我们的政府能够更重视这个体育项目。今年全国运动会代表台南参加铁人3项比赛选手胡廷云摕下银牌。体育总会希望借由举办赛事，鼓励更多人投入这项运动。114年全国运动会，我们台南市的铁人3项终于得到了第1面的奖牌啊！是不是给我们的铁人3项委员会来一个掌声鼓励一下？热情掌声鼓励，谢谢。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哈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铁人3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喜讯，也代表着在我们孙主委及黄副主委的一个领导之下，让我们铁人3项的运动能够再更进一步，再更好的发展。参加铁人3项比赛选手，在无休困情况下，要连续完成3个运动项目。过程中不只是体能的挑战，也是锻炼身体真好的磨练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